俗语讲了好。我想要下班。有啥物咱来变煞派出所啊？咱不是请阿姨吗？哎呦，你都唔知啊？所长有讲啊，迄摒扫的阿姨的身体无爽快，啊叫伊伫咧厝里休困啊，啊叫咱家己吼摒这个警察局啦。只是讲哦，警察局这尔大，啊咱是要扫到什么时阵啊？哼，对啊，我无想要扫啦，就忝的。啊嘛，干咱三个人啊。对啊，休困一个好啊啦。哎呦哦。报案等一下，报案等一下。回小厝哦。好，恁这毋是我爱讲，你伫远就听恁伫咧怨叹来，什么安怎咧忝，安怎有诶无诶，这是什么体统啊？你拜托诶报告所长，阮真认真咧摒扫。要个假啊！问我就讲什么？我要下班咯！你有请阿姨哦，阿姨几岁？阿姨70外啦，阿姨哈。我甲你讲，佫无好势，拢甲你调去警政署。看你敢安尼白变大。所长，冷静一下啦，阮毋是迄意思啦，阮嘛是足努力的啊，阮想要和你做伙吼，迄为民服务，对足拍拼的，我无要调走啦。你要和我做伙，你是要和我上新闻哦？喂，啊，毋是啦，是迄种啦。这部对我来讲无效，这伊安那加较加啊？啊？拄则是你坐过哦。哦，你啊，摒扫摒到坐伫咧这个所长的椅仔，你头壳敢袂戆啊？无啊，咱这个派出所遮尔大，我有变少就忝的啊，我坐坐也无要紧啦。什么叫做不要紧啊？我拄则叫人叫警署安尼罚起，你知唔知哦？啊？你知为着啥物啦？唔知。知啊。全台湾的派出所遮尔济间，咱这间第一名。第一名，你后壁上来。无案拢无案，拢无破案，你伫咧创啥？我看无。有啊，毋讲咱这区就是无什么大案通去破啊，大家拢足好诶，对啊。无效你毋免讲迄地借口，吼，真正是要甲气。我甲你讲，做警察，哦，就是爱眼观四方，眼观四，逆听八方，逆听八，什么款的细节，拢总袂当迄个放。你捌听过一句话语伫咧讲，魔鬼就藏在细节里，知唔知？知。我甲你讲，最近警政署有发布一个讲，有一对这个鸳鸯大盗，哎呦，因已经去真侪所在偷摕物件，哦，掠袂着。安尼，听讲最近伫咱这区伫遮咧出入，哎呦，大家特别注意，知唔知？警察先生哦，歹啊，无好啊，无好啊，警察先生哎呀，无好啊，你今日讲我歹，讲我无好，我是安怎呢？哎，我的物件放无啊啦，你好，你一切敢若越南来。哎对呢，那我諗你第三名人家拍进去啊，应该得慢慢行嘛。我咧一个咧那个目镜啦，黑色的目镜啦，黑色的目镜啦，哦，色的目镜啦，无线咯，无去啊，我拄则还有看到伊哦，啊，毋过都无去啊呢。你黑色的目镜无去？啊，是这个啊。嘿啦，哦，原来伫遮吼，歹势啦，警察先生吼，我都吼最近吼有淡薄迄那个健忘啦吼，啊，歹势啊吼，甲你交了吼。哦，伊也较注意，较注意。啊！什么代志？警察先生，你安怎？安那？你使互我你的电话号码吗？哎呦，电话？唔要人安尼甲你咧甲你问过。招呢？那就好啊。因为是讲我娶某啊，囡仔嘛差不多甲你平大汉。无紧，所长，这互我来，我互你我的电话好啊。我互你啦，嘿。你说你个24小时开机，我算唔知。对啊。多谢你啦，安尼较方便啊！以后若是我有代志的话吼，嘿，我就打电话互伊啊，安尼我就免来这派出所啊，对无？安尼较方便啦。加来得，加来得。但不过我会手机啊，加咱嘛是会使。对啦，手机啊，加来。等一下我的手机啊呢？手机哦，啊无吹一个啦，啊你搁有摕咩？你个想看嘛？你到底放伫倒位？是拄我来路还是安怎？你这个想看嘛？对。无可能啊！嘿，我手机啊，遮
我就拄要一礼拜，嘿，我开我3个月薪水呢。 3个月薪水我听袂落啊！来，我一支互你用好啊！来，来紧啦！无的啦，迄人我就是爱我家己的手机，啊，我的手机伫搭，警察先生。这款物件，迄个物件随心中在你身躯，有当时啊，去人去坐高铁就放去便所都袂记啊。你嘛小想一下讲，安尼好啦，你手机啊地号码几个，你用迄卡，卡到伊样就知影。来，我用卡。我报互你听。你报。 0900，你187，讲较慢的，0900，你187。锁定是会甲你骂呢。 187哦。无啦，电话码敢若买的，我不了特别。嘿，我有特别选过。有见过哦。安尼会使吗？看卖，看卖。看卖，好，较好啊。有呢，有叫呢。那是啊，我来打是电话。就在对呢。对啊，那会遐紧你当啊。位啊？是不是？吹一个。伫遮啦！哇！哎呦，是过年你嘛要注意咧。迄早囡仔人哦，有做寡物件拢有洗咧呀，银票啦，什么拢洗咧。哦，啊，你拖出来了，我等你体格无介好。这嘛是奇怪哦。无啦，因为我这衫无那个口袋啦，无落地啊啦。落地啊啦。好啦，吹就好啊啦。嘿啦，安尼哦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啊，我家己吼撮一条啊，哦，好我啦。撮一条，撮到想要拍了。串流，你已经串流了吗？啊，你要撮出来啊，去今便所啦。台湾讲吼，啊，你变出来少我一个无，不是想要错掉啦。哎，便所会使叫我一个无？警察先生，我来处理啦，好啦。来，出来去吼。你去啦，便所伫内底啦。对。哦，多谢哦，多谢。啊，是说洗啊出来哦。不管这个什么案啊，无管咧，无管咧，拢未升官咧，哇，这升官的路实在是有够遥远。阿弥陀佛，有什么代志啊？这位施主，嘿，你我见面便是有缘，好，既然有缘，我今日就要顺续化缘。这位和尚啊，你好你，要看阮所长即摆心情无啥好，你搁直接化缘。对啊，啊，而且吼，咱这是派出所呢，也毋是讲什么主审机关啦。即摆是上班的时间，你要化缘哦，你去别位化缘啦。对啊，等下请问一下，啊，这位菩萨啦，啊，你迄头毛那无去剃掉哈？你头毛搁遮长，搁遮济呢哦。这位施主问了真好，哎，因为我本身烦恼伤济，啊烦恼济，头毛就会生了较紧。啊，无清净啊，啦。我想讲烦恼遮尔济，我规气就莫剃头。你莫看安尼哦安尼，我昨搁是光头，你看烦恼偌济。不啦，这个和尚啊，阮遮上班啦，啊，我嘛无钱通互你化缘啦。我甲你讲啊，阮头前迄个社区哦，因人拢足好的，而且足好起来啦。你去啊，一定会甲你化缘啦。化缘会当替你消灾解的。诶，恁派出所这几年啊，风平浪静，哦，无出过啥物大代志对。诶，但是我呢，算看卖嘿，不得了，安怎？恁最近要出大代志啊！所长，看起大代志。你讲的真的是要出什么大代志？天机不可漏泄，嘿，想要知影无？想要知？就必须化缘。化缘哦。过来化。是，哎，等下，所长，等下，你较冷静一下，你较想一下，你一向哦拢是用迄科学的想法来办案，啊，你这种普通讲的，什么避鬼避怪的，你可莫相信啦。嘿啦，袂使啦，所长。嘿啦，骗人。有年有一出电影叫《地高分局》，嘿对啊。我知影你演的。真是好讲看，票房袂歹。办一寡遮有诶无诶，有当时爱信。安尼哦，还骗人啊！我要听看伊要讲啥。安尼哦，安尼哦，调看买，调看买。你我有缘，这位施主，恁拄则是毋是有一个普龙讲？袂记你东，袂记你西，袂记你手机啊，袂记你目镜。这个人，咦，爱注意。哎呦，哇，连这你嘛知？你知，真有准的啦。对啊，你想看啊，拄则去变数咱无出来。别走，我给你传，我给你传。来，讲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讲这个人爱注意是什么意思哈？什么意思是？嘿，这个意思，化缘，爱白色的。
对，好啦好啦安尼，你我有缘。我甲你讲嘿，恁会拄到一件大代志、大案件啦，嘿而且是甲钱有关系。跟钱有关系。是，好，啊！安怎啦？人报告首长，人无去啊！你三个即马总理拍出50几年，人无去，啊那是对着贵着，人去吹出来啦。你吹出来啊！我藏伫后壁，迄规，还有皮包都无去啊啦！无去啊！啊好啊，这真正够大人去胆啊！走去啊！光头白日啊，敢来警察局内底偷摕物件。这掠着查某嘛，共款活男来个卜卜咧吼，哇哎，甲关甲头毛洗查某，我真的气死。这位事主，咪叫市长叫我所长，所长，请莫生气，阮头袂当解决问题。啊无咧，你爱办案，就要靠头壳。扣头壳，考看，讲安尼嘛有理啦，吼，哎，靠我冷静些。这位师傅，你有法度替我找到这个烦恼？我是最想要甲你斗3工，但是我咧做吼，会去互雷公讲，好，你嘛会去互处罚。这个时阵，你只会当摕钱来解决问题，哦，敢意发，思就是花的。我是讲发金纸互你，啊，他多就好你啊。紧，钱就无要紧啊。你警察局咧，你也了解啦。嘿警察局内底物件用偷摕，能够选议这个物件啊，传出咱这所都稳到的呀，拜托，假啦啦我这边先关对不对？你别来个爱我者，你讲袂？我算看卖，你听我讲，50万，你敢买？ 50万，但是你是要起庙哟？啊，这50万伤伤济啊啦！ 50万啊，当破一个大案件，冇啥问题。咱迄较要紧嘛，所长果然是巧巧人，嘿啦，无会使用花无啦？会当哦。看你安尼着急，好，我送你一个经文哦， ，170，你白痴，一点三，你敢听？刚才念什么数字呢？ 170啊170，啊，咁讲你白痴，咁讲是讲明白吗？是啦，我咧讲的就是吼，我的银行口座的号码。哦， 170。诶，无啦，你有感觉这个数字吼，敢若拄则做面色的，嘿啊，敢若听过呢？诶，这个靠做无唔对嘛？转过，你甲讲还人伫倒位？无错，嘿，我就送你8字真言， 8字真言，注意听。注意听啦。嘿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袂当搁我讲较济。哈，无啊，各位施主，有缘再会，告辞。安尼50万。哎，等，哎，回收，回。啥啦？你叫我大声，你是咧？是安怎？安怎啦？我收到啊啦！是啥？伊拄我讲意思是犯人伫咱内底，你知唔知？唔是啦，伊拄则念迄数字有无？就是拄则迄个查某的手机号码啦。啊，毋敢会伊甲迄查某就是迄个鸳鸯大刀。哦，竟然还未走完，竟去约啦！你啊，你跟你讲骗钱啊！哎呦，有人讲的，报纸有刊啊，免你讲啦，叫人骗钱。竟然跟光头白日真正伫咧警察局内底偷摕物件，这个光头白日抢官地庙。还有一句，注意听哦，伫咧警察局内底偷情骗，真正是光头白日看到鬼。来，抽人唱一摆，唱。来，这鸳鸯大道已经真清楚啊嘛吼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到底对一步才是形容这个物件。第一句叫做灯头白日抢官地庙，就是讲有人去偷地庙，有人暗批啊。哦，迄点翕照啊，有诶无？那好日子是咧偷地庙啊，迄个甜油香诶。好，第二句叫做灯头白日看到鬼。当你是要看到鬼困难啦吼。来，要第一句诶，请举手。哈，就是善哉。这边下
有啊有诶，因西人这四位呢，所选的答案呢，拢都是长头白日唱关帝庙。你所选的是长头白日看到看到鬼，鬼，是。你为咩因果选的答案呢？白日看到鬼较咸。所以这个是警察局内底安尼头拐钱啊，等物件呢，较咸。较咸。啊，四位施主吼，哎是，哎是，你用经这个唱关帝庙是吧？嘿，对，长头白日过去求关帝庙，嘿好咧大胆。对大胆就好大诶。唔嘿，惊人性命，对啊你看你看人过头地。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哎呦，安尼，安尼你来教伊讲一撮啊！哎，你即马搁咧骗？来，老师请解答来。长头白日看到鬼，嘿，哎，这句较简单的，头意思差不多啦。就讲黑白凊彩讲的，哦，鬼你若讲真正看有着，嘛应该是暗时。啊，甚至连暗时都无得看到，那你是哪有可能？专人凊彩讲咧。哦，啊，一支嘴拢黑白凊彩讲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，哦，讲话黑白来。黑白啊，另外灰啦长头白日唱关帝庙，伊哦，你看偌好打咧。若讲带关帝爷面前吼，人大刀尔，佮加穿着甲抢落去哦，哦，迄胆是有够大诶。这两个变身哦，偷摕物件偷摕到警察局来啊！对，哦，这两个实在有够好好打。咧大胆哎，长头白日唱关帝庙，这是答案。哦，无个人敢若你选唔对，嘿，我也是去甲他摸气体。这实在个无简单的代志啦吼。总是无论啊了解两辈意思就可以了。来，破声感谢，谢谢。耶！